早晨太太，早晨先生，你好嗎？我想介紹下我自己，我名叫 Annie Kusria，我今年31歲，我喺溫哥華中小法例，我讀書到過中學畢業，我未結婚，我嘅親有62公斤，我嘅身高有160cm，我嘅孫係回教，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肉。我有經驗喺新加坡2年同埋香港6年，照顧小朋友、買餸、煮餸、洗衫、燙衫同埋清潔屋企。我識煮中國餸、蒸魚、蒸雞、炒麵、炒菜、煲粥同埋魚湯。我想喺香港做嘢，因為我要揾到啲錢俾我屋企人同埋俾我自己。多謝晒太太，多謝晒先生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